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空寒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光荣甲你的荣光。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请咱做伙起立吟全首。将来以马内利，优秀一切的见面里，因求千说奇迹相信，要他们忙先加抗力，欢迎以马。请来亚瑟困境，好帮撒旦就来背信，请求你开地的面西，我做什么本梦想里，欢迎你马。请来代笔设计，稳定的门为阮大开，老天的路为我开拓，完全是愿望快乐，欢迎以马内利。一切年来主没来临，请来在黎明，快乐将我心面，我刷牙靠一切习惯谁消毒。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主没来临，请来，众人主宰，他千里把尊严献来，以亚为主名言论类，言根为扬言，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主没来临，请来奇观地位，万千百类不丢万类，万万里经历花落，抓万条里。欢迎以马内利，以色列主没来临，请来万国联盟，人类给年和平运动，街道万物都接龙天，我这样兄弟和平，欢迎以马内利，一切
咱做伙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雷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交托启尔文，启尔文第60篇，启尔文60篇。现着咱做伙来启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恁爱，我就亲像落咧弹，大波咧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恁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恁爱，对我拢无利益。恁爱是宽容，恁爱是慈悲，有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爱真理。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这声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言语的文字话无去，知识嘛话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这声安尼信、望、仁爱这3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赐阮安息的主日，互阮大家早起会当来到上帝你的圣殿，互阮伫遮同心来敬拜你，学了你的圣名。主，阮相信你是大权能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主，阮更加相信，万项事拢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保守带领阮，互阮大家对今年年头到将近年尾，互阮大家拢有主你的稳定、甲平安、甲阮三甲之地。主，我满心感谢俄罗你。主，当阮今年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减在阮心内会产生惊吓，肉体也产生软弱。但是阮感谢主，因为你的圣手时刻保护阮，你的圣手医治阮、帮助阮，互阮面对生活当中所拄到的一切，拢有主你的平安、稳定甲阮同在。亲爱的主，你是公义的上帝，你也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今早起，阮伫你的面前，阮也要搁再一摆向上帝你来认罪悔改。主，
求你赦免阮伫生活当中所讲、所行、所做，这一切若是无照主你所欢喜的，主，求你赦免阮的罪，主，求你洗清阮这一切的不义。亲爱的主，阮也恳求你，你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逐人的心内，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也帮助阮，今早起会当透过牧师的信息，搁一摆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一生的当中，拢会当活伫主你的愿望之中。亲爱的圣神，愿你即时也教阮三甲之地，保守阮伫遮的敬拜，对开始到结束。阮同心伫主面前恳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这是最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总会所定退休牧团奉献主日，敬请兄弟有备心奉献，做伙来关心退休牧者的生活。第二，油厂国小停车场已经开放，欢迎开车的兄弟会当来使用。中昼12点以前，不需要将车开走，以免遐会锁门。本会的场地只有提供奥多摆来停放，敬请兄弟配合。第三，本会发送2023年油厂教会月历，主题“荣耀的救恩”，敬请兄弟以家庭为单位，每户领一份，伫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四，本主日下晡3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举办幸福讲座，敬请有报名的兄弟准时参加。同工请提早半点钟报到。第五，本会定伫12月12日拜一暗上8点，要召开小会，地点伫3楼的会议室，敬请各位小会员出席参加。第六，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如下：第一小点，12月18，第二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且要参加洗礼、献信礼、小仪洗礼者，伫12月11日前往办公室来报名。无参加幸福小组的，必须要参加信用个别课程1点钟。同工第二场、第三场的礼拜要联合来聚会。第二小点，12月25日上午2场礼拜要举行圣餐主日甲圣诞赞美礼拜，由教会圣歌队来带领。第三场华语礼拜，敬拜中心照常来举行。第三小点，本会12月17日拜六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伫主堂，以及12月25日下晡3点到4点，伫清风敬拜中心要举办圣诞牵手爱无限关怀弱势活动。这是甲市府以及信望爱基金会来合作，伫疫情的期间，做伙来关怀油厂、敬中、清风附近的邻里4级的病户，共有200户。每一户发送1000块的全年礼券，以及圣诞的礼物，敬请兄弟会当做伙来响应慈善行动甲代祷。第七，清风敬拜中心的消息，第一小点，12月18日下晡3点到5点，要举办圣诞节的跳蚤市场，欢迎兄弟会当踊跃来捐物品以及参与活动。这个物件会当送到办公室，也是清风敬拜中心。这边的活动金额全部要奉献伫宣教基金。第二小点，明年起，主日礼拜要调整做早起的10点，甲武堂同步进行。敬请大家留意配合。第三小点。本会特别呼召
愿意专心委身伫清风敬拜中心开拓的礼拜一年久的种植甲兄弟，请年底以前往办公室来报名登记，以便来调节安排。第八，2023年每日应经设议开始来订购，费用是400块，大字本是520块。请伫1月1日前往陈佩芬干事来购买，并且缴费。也请小组长会当协助组员做伙来订购。具体消息，合作社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要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二，敬请社员伫12月27日前来完成12月份的股金存款甲贷款的还款，方便年底来结算。第二点，主内总引申弟兄伫12月2拜五蒙主温调安孝主怀，定伫12月14日拜三下晡的2点，伫教会副堂要举行个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也为遗族来代祷。第三，由公育儿园定伫下主日12月18。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小会仪式要召开董事会，敬请各位董事出席参加。第四，学青牧区定伫12月31日拜六上午10点，要举办跨年的礼拜，地点伫主堂，当天有准备午餐，为着要统计人数，欢迎兄弟往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五，社青牧区定伫12月31日拜六下晡6点半到9点半，要举办敬拜之夜，主题5万，地点伫敬拜中心，欢迎兄弟踊跃参加。以上报告。这是咱做伙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第3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呵乐，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捌钉在生咱，来得到我的愿望，也得到煞接袂败坏、袂拉残、袂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灵的。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咱。赞美，请相连献歌队。
讲道题目是活伫五梦之中，活伫五梦之中，请陈牧师为咱来讲道。兄姐大家平安。这礼拜是台港节的第3个主日，嘛是咱体育牧团的主日。甲你的隔壁讲，有主就五梦，有信心就五梦，有听到五梦。感谢主，咱今日伫这个台港节第3主日，也是牧团主日，牧师用活伫五梦的中间，透过彼得前书，这2节的圣经，甲咱讲，咱因为上帝对咱的疼痛，伊照伊的怜悯，借着伊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为着咱这的罪人，道成肉体，甚至为着咱的罪，甘愿顺服。来死伫十字架顶，但是伊有4个月，所以迄个个月的活命来定头生了咱，所以互咱有即个活泼的五梦。咱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互咱会当得到即个袂败坏、袂拉散、袂衰退、天顶永远的业。感谢主。互咱会当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知影咱是有五梦的。今日是体育的牧团主日，咱也逐冬拢有为着即个体育的牧者，咱有奉献。咱顶落教会，感谢主，伫咱的传统内面，其实是真听牧师，关心牧师。虽然较早的教会是真散车的时代，袂当去偌大间的礼拜堂，毋过嘛拢是有牧师馆。较早我伫庄卡，迄牧师馆，拢讲有这小厝，较细间的礼拜堂迄个小厝较细间，毋过牧师阁会当徛伫咧教会所在，伫迄个所在服侍，得到兄弟姊妹会疼痛，所以感谢主，拢伫我足细汉的时，拢会记得，伫阮遐，阮就是海边嘛，海边有时就即个蚵破这蚵就感觉摕一寡蚵去送互牧师，我较细汉，就拢定叫我去送迄个牧师，印象拢足深刻。咱除了会当透过行动来关怀这为主做工的人，其实咱会当为着牧师做啥物？伫美国，因伫逐年的即个10月伫逐年的即个咧推动一个叫做迄个牧师的迄个感谢月，因用行动来咧表达感谢，特别是牧师来表达祝福甲鼓励的话，为牧师祈祷，所以有一篇真大篇的文章咧讲，咱会当大概为7方面来为牧师祈祷。这个为牧师祈祷，会使讲是送互牧师上界好的礼物啦，毋是讲物质上，还是讲话语上会为牧师祈祷。这7项就是讲，望会当为着牧师较济会当甲主耶稣相结连来祈祷。伊若会当手机结连伫树身，安尼就会结果子无煞。牧师要来服侍，伊若会当甲主3年，伊就服侍。袂亚先会当搁较有好的服侍。第二讲，为了牧师会当有智慧来
对这个生活的服侍的优先次序吼，会当甲用个清楚来祈祷。看起来无啥物，毋过足重要的。吼，兄弟姊妹，这毋是干那牧师啦，这是咱兄弟姊妹也共款。足侪人足大的问题就是优先次序分不清楚，轻重缓急吼分不清楚。重要变成它无重要，要紧的它无要紧的，紧的变成慢慢慢，变成这就是分不清楚。会哦，有时代志一个无用，可能我若无咧注意，人咧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就是无好，就是有问题。所以咱所有要做主的工的嘛是爱分得清楚。所以我咧上这个幸福大学吼。因咧讲我即马想讲吼，我即马工作足无用我即马厝诶足侪代志吼，我想讲迄个组长我想讲我诶服侍要停我是毋是小组会当休一站我会当安怎当然这小组长要来去处理。对，咱爱了解伊即马诶状况，伊袂当讲伊着迄个担无50斤，你要叫担50斤，当然伊会第四所以要服侍就是也会当承担，迄承担是爱训练的，迄那咧举举重的迄着爱拿训练，人拢是训练啦。迄个举重的遐济位为着咱台湾摕世界冠军迄就是训练啦。迄严正的人，因为着要圆伊的梦，伊嘛训练啦，伊举教练竟然举甲会。世界有名，人拢是你的训练，那讲咱这瑞吉之士伊咧讲因爸80几岁较早迄个网球是足厉害的教练毋过老顾因妈妈这腰围着伤着，毋过嘛是爱拍，着要用倒手，练倒手，要练1-3年伊倒手嘛足厉害，平时拢无咧用，但是去互用起来，用久训练出来，伊嘛是会进步。咱的优先次序是爱分清楚的。上帝第家庭第二，可能你的生活生活有你的家庭的生活，有礼拜生活嘛有你工作的生活。这你拢爱安排好势，你服侍较无主动，你较无困难，你当然也毋是讲安尼讲，我都拢无法度我若接了，我就免服侍爱训练，爱安排，时间是爱安排，所以牧者要服侍，那无法度伫安排上真好势，嘛无法度挡袂掉，所以咱为祈祷有智慧，个牧师会当。为着牧师无受到这对敌歹的攻击有时撒旦魔鬼嘛会来攻击因为若牧者受攻击羊就分散有人讲迄个牧者人甲迄个暗棍暗棍甲甜的人就无法度袂喘气所以咱爱为牧者免受攻击来祈祷，过来为着牧师的牧者的这个婚姻甲囝儿来祈祷，伊婚姻若无好势，囝儿若无好势，要哪服侍？为着牧者会当得到新鲜的玛纳，一些玛来，加一个来啦玛纳就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咧食的，咱今日咧属灵的玛纳，就是咱。会当有诶，即个属灵诶美牛，因牧师是一个宣讲上帝话人，定定咧讲道，伊着爱有新鲜诶玛纳来养饲这羊群，牧师有改变生命诶勇气，充足诶同情心来祈祷。因为要做主诶工，有时爱改变家己，要调整家己足困难呢。要调整家己的个性，家己的自尊，有时为着家己的自尊放袂落啦。我家己嘛是勉励家己，嘛勉励当时做牧者的
咱修的即个能力吼，较安怎大拢袂当甲主耶稣比啦，吼。所以咱若有受了一寡能力，还是讲自尊受到亏损，啥物拢无算啥货，吼，拢无算啥货，吼，会拄着会一款的情形，但是爱有改变家己的生命勇气，爱较谦卑会当屈家，搁有较充足的疼心同情心，无容易。人啊软弱，人啊若无法度，有时就是失去即款的疼心甲同情心，拢有可能。所以爱为牧师来祈祷，嘛会当为着牧师会当得到鼓励来祈祷，吼。因为人拢需要鼓励，吼，需要鼓励。所以讲牧者咧服侍，就是那甲即个约书亚要去甲亚玛力人征战，吼，必须要摩西、亚伦、互你伫即个山顶，伫遐举起手为因祈祷，吼，迄个手若垂来就失败，若举起就赢。所以上帝罗卜应该上该要紧是需要人带导。互伊有气力通服侍，我相信这是关心伊、送伊上界好的礼物，也是做上帝罗卜应该心内上界大的一个期待甲愿望。吼，感谢主，互咱伫即个抬杠节咱愿望会当活伫愿望的中间，伫信心的中间，伫听的中间，伫喜乐的中间，吼。咱今日读的段圣经，就是咱爱活伫即个愿望的中间。头前即个愿望的记号，会使讲应允上帝所应允咱即个愿望。上帝应允就是咱愿望的一个根基啦。那甲父母答应今年讲生日要互你礼物。哇！这个囡仔就当然足期待这个期待就是这个你该答应，那个应允，这就是伊期待的来源甲根基。因你有安尼甲答应你有甲承诺所以就安尼期待同款，因为上帝有甲咱应允，所以咱才有愿望。那上帝无甲咱应允咱就无迄个愿望。所以愿望是对上帝来。这对咱的生命是非常要紧的。伫咱的生命中间，这个愿望，上帝应允，那个是这船的迄个大同款，这个钉甲定条的，安尼，伊就唔惊海洋安怎摇拽漂流。咱人生就是安尼，德国的一个哲学家，这个康德伊讲咱人活伫这世间爱需要来回应三个真要紧的问题。头一个就是讲，我会知影什么？我知影什么？这就是真理。你爱追求真理。第二，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就是我应该知影要安怎去实践真理。过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上到这个问题就是咱期待什么？咱的期待这就是愿望。咱有期待，若无期待就无愿望咱有期待什么？所以咱会当活伫这个期待中间，咱会活伫这个愿望的中间。这是咱爱问的。我应该爱知什么？我应该着爱做什么？我应该着爱期待什么？你若知影这三安尼你的世间的生活就袂差错的。你就是唔知这项，所以你才会去犯到这项。你唔知影这个真理，所以你袂当得到这个真理的恩典。我都唔通甲这个真理去实践，我都无安尼去行，我就袂当得到这个应允，我就袂当得到这个福气。我都无期待什么，所以我无活伫迄个愿望内面。咱若读《士师记》第18章咧讲一个迄个对犹太来一个少年的利未人因为当时以色列王但支派
咧找所在，后来去拄着即个少年人，当然就甲问甲了解问迄个问题，讲是谁带你来遮？你伫遮是咧做甚物？你伫即个所在是想要得甚物？拢是爱问啦。恁才知原来伊就是为倒来，伊咧做甚物代志？伊要得到啥物？阮第三讲，阮就是爱问伊啊。阮要去倒找所在，阮就问伊。这就是一种的了解。兄弟姊妹，咱若迄个问题若问得对那甲迄个准迄个定下落有准，安尼你能得到安全，你会当非常的坚固，你非常的迄个安尼牢靠所以咱要安怎会当活伫五梦内面？这个五梦就是咱活命的这个大，还是这个定同款互咱会当安全搁可靠安全搁可靠。所以五梦就是咱生命的一个英文就是咱五梦的一个根基。咱要来互咱的五梦会当来开始。上界要紧，伫即个彼得的批中间，彼得的即个书信叫做五梦的批信，五梦的批信伊甲恁讲的，今日上要紧的，就是定头生，定头生就是咱五梦的开始。第三节讲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伊无限的仁爱，借着耶稣基督对死过活，将新的活命赏赐予咱，新的活命。赏赐予咱，互咱有我的五梦，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过活，定头生咱，互咱有即个我的五梦。兄弟姊妹，你有迄个我的五梦啊无？你有永生的五梦啊无？当然你有，你就有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着咱已经对死过活，将迄个过活的活命赏赐予咱，将永生的五梦赏赐予咱。20世纪有一个英国足出名的即个丘吉尔丘吉尔即个丘吉尔是足出名的文学家，伊嘛得到迄个诺贝尔奖伊佫是英国的政治家，伊做首相伊做首相英国当时去互德国真强的即个攻击的时阵真危险的时阵，即个丘吉尔伊带因的百姓来度过这上界艰难的时刻，上界危险的这个危机会使讲伊是一个足有才情的人，佮对国家足有贡献的人会使讲伊是一个真伟大的政治家，对英国来讲。但是有一天嘛倒转来，当伊要过身的时候伊家己安排伊的追思礼拜，无论是圣诗，无论是伊的迄个个别式的听书，佮选择伫圣保罗的礼拜堂即个地点，伊拢准备好伊是一个足有准备的人，所以迄天当然听书就照伊安尼进行当牧师上徛在足岛因即个圣保罗最后啦，足到圣保罗礼拜堂的角落迄个喇叭手就分即个熄灯号，就是讲即个人已经世间结束熄灯号因是要讲这一代伟人已经行入历史那甲咱暗时咱一工日时做忝暗时都要困军中若是即个暗时时间到同款就是即个顶一个室就是要困当大家要准备散会时，想袂到伫迄个礼拜堂另外一个角落分即个起床号起床号的即个号角声大家点奇怪，暗时即个熄灯号即马佫分一个即个起床号这是丘吉尔伊的智慧甲伊的幽默其实就是伊的信仰。其实伊这人就是活伫五梦中间的人伊用伊的个别礼拜要甲世间人讲一个大好的消息，咱人类应该上好的终局，毋是迄个
熄灯号，是起床号啊。就是主耶稣已经告我，伊要过来，咱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咱会当超越这个死亡，咱会世间人来宣告啊，我有永活，我有永活的愿望。所以这就是一个真要紧，活伫愿望中间啊，你就要有定头生，你有这个确信啊。那甲这个笑子的同款吼，伊就是知影，伊毋是熄灯号，伊是起床号。个第二项，咱有愿望，咱就会生出愿望；咱有愿望，咱会生出愿望。所以咱爱亚落这个愿望的经济，咱爱亚落愿望的经济。伫19世纪法国有一个足出名的这个作家叫做雨果这个雨果伊讲一句话讲伫梦中来亚落更较侪经济。嘛得袂到迄个丰收的欢喜，但是你若伫迄个产业，你敢若甲凊彩等一粒种子，你就会得到收割的愿望。这句话实在讲得真水。所以你要得到这个愿望，就是要业种。你业种，你敢若做面包，做面包的业种都也无落伫土呢，空欢喜。但是你个亚落这个土里，就是凊彩一粒，伊就结出果子。所以，咱要有真实的愿望，咱就是要业种咱若看到人的需要，咱小小的代志，咱就会当伫这个人的身躯顶，咱会当亚落一个愿望的种子，将来伊就会收割，将来就会收割。所以，伫这个12月感谢主是圣诞月也是咱咧报道的月其实嘛是咱爱做慈善救济月用主的听去听人，所以咱教会伫12月头拄报告17还是25，无就是伫咱遮甲迄个前方敬拜上顶遐。咱会看到咱的社会真正有需要咱帮助的人。伫咱这个区域，咱要找到这款人真容易真济。伫敬拜中心遐对象就加足少遐新的区会当搬入去遐，拢是少年人，伊有够能力通去买厝，表示伊就无需要人救济。所以遐要找到救济人足少。本来要伫遐办足少，伫清风里遐就我那有所以咱就这两个所在，咱的信望的基金会这个董事长伊真有疼心，伊讲伊规台湾那遐尼姊妹有迄个疼心，伫这个圣诞要做慈善，你提出500，我搁加提出500，等于伊一人对正人呢。那10万人要来回应，讲要去帮助人。10万人安尼就偌济，安尼就迄个5000万呢。伊爱相对的提出5000万，伊一人提出5000万，咱一人献500块。毋过会当帮助遮济人有10万人会当得到帮助，会当得到帮助。伫即个圣诞的时，兄弟姊妹，咱嘛是爱用疼心去亚落伫迄个拄着艰苦的人。有迄个愿望的这个经济，所以咱伫进前有迄个Bill Wilson对美国大都会来，这个牧师伊就是拢互因老母甲放杀的时阵一个囡仔打11岁毋知要安怎，是要去倒一甲食饭，倒是要去倒一甲趁钱嘛无法度。讲要3工3暝啦，腰挡袂掉行过人毋是无甲看，无人甲讲拢无人要插伊。结果有一个人是赶紧要去，因有一个亲人迄个急诊足重要，毋过伊看到伊有疼心，伊是基督徒，伊知影讲这个人需要帮忙，所以伊就互伊会当有穿食，有食以外。佮帮助你，会去当去无上无甲送去
教会营会上安全，教会营会送去，去遐有迄个一礼拜，这个营会，然后这个囡仔嘛有当食。但是伊这个小小的行动，伊也落这个听的经济，5万的经济吼，这个人就变做上帝所重用的人。你看伊当地纽约的所在有25000人的这流浪的囡仔来做的这个野外的主日学，伊会当去世界遮侪国家来做这个囡仔的工作，帮助囡仔的工作，甚至去到乌克兰的所在，伊嘛去照相。透过伊这款的领袖伊去分享，感谢主足侪人来会当来回应，因为咱伫圣经内面讲，主耶稣讲：我腰你互我食，喙焦你互我啉，我汤巴地你互我穿，我破病你来看，我伫家里你来看我。安尼就是做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伫跋日审判时，现在伊会当得到这个创世以来的福气，因为我腰你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我无啥穿你互我穿，我破病你来看我，我伫家里你来关心我。兄弟姊妹，主耶稣讲做你至美谢谢，所以咱就是会当有即款的行动。今日咱也有即种的也落小小的即个听心的行动，就带来5万会结出真侪水的果子。我最近有带领即个世界展望会的会长甲南区的处长去拜访咱高雄中会，就是讲5万甲高雄中会有一寡合作。因为世界展望会嘛有足侪志工，伊嘛足需要足侪志工，伊的志工是伊的迄个关注者，足侪就是过去去用帮助过人，伊会当伊较早被帮助，即马诚做帮助人的，这就是因为咱亚落的经济会当收割，所以兄弟姊妹，咱诚做主的百姓，其实咱会当做啥物？可能检在讲我开力都真少，我真有限那头我讲的讲咱免来关心牧师可能我也袂当安怎，但是咱会当为伊祈祷你为伊祈祷嘛是带来一个真大的祝福，互伊有真大5万。所以咱拢会当来写5万的册，会当写5万的故事。伫台北的东门教会退休的罗俊义牧师伊对迄个来台湾的宣教师伊足有趣味，特别为真侪所在找回来。所以有写一本叫做讲《遮个人遮个代志》，有25篇的关于遮个宣教师的故事。中间一个为这个挪威来的宣教师毕加士，这个医生伊为着要来救一个麻风病的人，迄阵麻风病人身躯顶拢有迄个导尿管，迄个导尿管就是咱咧做吸管伊若不省人事若无甲落去，伊的呼吸会去塌掉的，痰吸袂出来这病人就翘伊但是伊要接近即款的人，要甲伊的痰，有时要救活即个人爱甲伊塌的痰，爱甲吸转来迄是真危险的代志。伊嘛真容易会去互传染着，但是伊就是咧做即款的代志，伊咧做即款的代志，所以伊咧做的代志，伊将这个故事送转去到因挪威所在互这个小朋友、这个囡仔知影，大家就用小朋友嘛是存少少钱，毋过大家积少成多来甲伊关联，来甲伊支持就会当伫台湾做足好的这个医疗宣教的工作。所以咱看见因为伊所做的这个5万的行动，互人得到活命5万的行动，就产生一个5万的快乐，一个5万的故事，真水感动的人故事。其实每一项拢会当参与，兄弟姊妹，咱嘛会当参与伫这个5万的工程咱会当为小的所在做起。咱的主耶稣基督他出世嘛是伫真卑微的迄个马条，伊诚做人拼工家己上介卑微的所在，毋过
伊会当成就上帝伟大的救恩甲愿望。兄弟姊妹，咱今日的世界，就是需要愿望。伫战争中的人需要愿望，免啊！伫迄个战争中间有和平的愿望，伫迄个妖恶的中间，要会当得到人救助的愿望。我相信这个愿望的开达，就是对上帝听。上帝听，互咱有即款的愿望。上帝伊的救赎，互咱顶头生了咱，互咱会当有即个永生的愿望。直到咱会当活伫即个世间，伫任何的状况，咱会当成做一个愿望的人，佫会当将愿望来分享互人。那甲像伟大的即个文学家莎士比亚讲一句话，讲一个上界艰苦卑微迄个命运会使讲真见笑人伊若有愿望，安尼伊就无惊吓；伊若有会当去揽即个愿望，安尼伊就无惊吓。感谢上帝，伫咱的社会中间，拢有真济互咱会当看见。因就是即款的愿望的工程的实践者，愿望工程实践者。伫清华大学创校以来，毕业典礼致辞上界少年的是一个32岁叫做沈心玲即个查某囡仔，伊是足颂养的家庭，毋过有人帮衬，互伊会当读到台湾大学的博士，过去美国的哈佛来学习。佮做联合国的即个志工所以伊就去到足侪颂养的国家斗帮忙。伊去即个清华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要甲遮学生讲，伊安尼讲我囡仔的时阵因为阮拢咧排即个路边摊所以受过大真颂养的环境，互伊知影讲。真正的善，毋是无钱；真正的善，是你无开力通去付出。所以，相对好嘢是啥物？好嘢毋是啥物人较侪钱，是啥物人需要得到较少。所以讲，幸福是啥物？无一定是赚较侪钱，无一定是出名是会当成做一个开拓者，为了家己来。开拓一条道路，佫会当帮助别人来开一条道路，互每一个拄着伊的人，拢会当佫较好。伊讲，这就是我咧做的代志互别人因为伊会当较好。兄弟姊妹，咱嘛是甲阿伯人共款，互人因为我来得到福气。所以，伫即个抬杠节，也是一个愿望的主日，互咱会当活伫愿望内面，互咱会当。若家己活伫愿望内面，嘛会当带愿望互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耶稣基督，伊有定头生了咱透过十字架功劳，伊救赎了咱。透过伊对死过活，将过活的活命赏赐互咱。咱愿望会当有一款的确信，佫会当活伫愿望内面，也会当将主耶稣基督听咱，互咱愿望。这款的见证，这款的故事分享给人。抬杠节就是耶稣基督带世间人愿望的节期，望咱会当将这款的愿望，将主的听会当传给人。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这个抬杠节的主日。嘛会当得到你赏赐阮的愿望，互阮会当有信心，互阮会当有疼心，互阮会当有喜乐。阮欢喜将主你对阮的疼痛，对阮的恩典，互阮的愿望，迄个愿望的开力，产生愿望的行动，会当将主你赏赐世间人即款的听愿望，会当分享出去。主啊，阮会当伫即个圣诞节期，
主啊，阮会当唱5万的歌，伫平安夜内面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来到世间，天国的消息伊报扬，人间的5万伊颠倒，真光照光伫阮的心内，也会当将主耶稣基督这个听的故事、5万的故事，所有人来传开，互因会当甲阮同款来得到5万，得到信心，得到听，得到喜乐，得到快乐。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做伙来吟回应诗，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5万，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是我一切5万，坚固我心拢无离。做我敬畏万世稳当，千良真心就是你。只有伊愿行去，让我心情归求伊。那所我虽然眼我不见关系没当过，这我所给永年光那变家头温秋回我，只有被眼里的一醉我变过样子，兄弟主让我变我，体会感情而追前。愿跟我念个记中我对不走随高记，是谁个天气那地主面前来电话，转念兄弟求索万里，夜夜我难无强过，主的情我难忘记，他会快乐来见过。我的梦对出来，我一定好的阿妈，咱着对眼我的兄弟，心胸红颜感谢祭，真心我乐将咱的美。一切先行来感谢，主耶稣耶稣他的依靠我灵啊。现在咱来为了这个世间会当领受对上帝救恩来5万，特别伫战争的中间，无论是乌克兰、俄罗斯，咱嘛为着有拄着真侪意外伤亡，无论伫韩国、印度、印尼、新疆足侪所在，拄着妖怪、拄着天灾任何足侪所在，咱嘛祈祷。咱也为着咱的国家祈祷，互咱即个所在有享受的平安，也即个福音的大能会当彰显伫咱徛起的所在。
咱嘛为着伫即个圣诞节期，望全台湾的教会透过自身的行动，会带有这送向人的望，也望咱的听心所压落的经济，会当结出30倍、60倍、100倍水的果子得救的果子来荣耀咱的主耶稣。咱为着这软弱的肢体，咱继续三体祈祷。咱有什么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请咱举起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大港节的第3个主日，主啊，阮也少年伫这体育的牧者、传道师，主啊，因一世人做你的工，互因到伫体育时，也当得到好的照顾。主啊，透过兄弟姊妹的心，会当真做因的帮助。主啊，阮徛起伫这个世界，看见伫战争的所在，伫地动的所在，伫意外的所在，有死实的所在，足侪人拄着艰苦，有拄着夭饿，拄着欠过，有拄着悲伤，有拄着困难。最后说啊，愿你的听，透过你的百姓，会当用行动，会当到伫因的中间，互因会当得到帮助，互因得到望，互因得到开力。让望这个望会当真正结出最水的果子来献予你。最后所帮助阮的教会，伫这个圣诞节期，那传福音也会当做主线的工作，或做这送养的人也会当因为阮担保所付出的，真做人望。最后所阮感谢你，阮有做死实的家庭，愿你的安慰到伫因，有软弱的肢体。主啊，分享兄弟、相邻姊妹、贵阳者、献血姊妹、玉祥兄弟、秀文姊妹，主啊，真侪软弱的肢体，愿你施恩，愿你医治，愿你会当，互因会当得到稳定、恢复健康。最后，所有兄弟姊妹伫这个寒冷的天气，特别年长的兄者，求你看顾，求你帮衬，感谢你。最后，所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透过阮望的行动，也会当结出侪望的果子；透过阮听心的行动，结出侪听心的果子。主啊，求你也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阮伫这个寒冷的冬天，主啊，特别阮的长辈拢有得到你的看顾，互因得到平安。有软弱的，愿你医治；有拄着困难的，愿你替因开路，阮的祈祷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愿你伫阮的身躯顶来彰显你的荣耀。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妹，大家请坐。这时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现在咱若要为着体育牧团的奉献，咱会当来使用这个奉献录啊。请咱做伙起立唱奉献诗。你。
爱的主，你是使阮祝福的上帝，阮感谢你赐福阮有好的温顺甲才能。你也互阮逐人伫无共款的工作环境当中，阮逐人拢会当领受上帝你满满的恩典甲祝福。主，这是阮奉献金钱伫你面前，也要诚做逐项福音事工的使用，愿上帝你接纳，愿上帝你赐福。愿诚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祝福车恳，圣诗399首。多年来，天的心啊，主的听，为是给你应同在，我不愿变这里样子。关爱你，这相信我是你的心，高颜色万上主，我的爱。你心啊，主的听，每时刻，你的同在，我主也敢变这里演出，比关爱你。相信我是你的心，可颜色祝祷，请担牧师。当恁通平安去，愿上帝借着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大恩典，定头生了恁，互恁有活泼的愿望。互恁有天顶永远的基业，透过恁所压落信心的果子、愿望的果子、疼心的果子、喜乐的果子，会结实满满。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之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请坐，立倒闭会。